師、彈力帶導師、關姐姐，做運動最重要係安全。如果唔係好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況，請先諮詢翻醫生或者相關專業人士嘅意見，然之後先開始。同時要點啊？量力而為。咁我哋而家開始做咗 warm up 先。嗱，記住腰背拉直，放鬆肩頸，加油！笑下啦。隻手去到膊頭已經足夠啦。加油！我哋數一數先，1、2、3、4、5、6、7、8、9、10，做多10下。1、2、3、4、5、6。Hello， 7、8、9、10，好，再做第二個 warm up， 1、2、3、4、5、6，加油！7、8、9、10、11、12、13，放鬆肩頸，14、15、16、17、18，勁啊！19，好，20，攞條毛巾出嚟，將條毛巾對接，然之後擰實佢。好啦，雙腳嘅距離同我哋個 hip 位咁多，或者同我哋個肩膊咁闊就 OK 㗎啦。吸氣嘅時候放鬆，拉直翻個腰背，將條毛巾拱上天空。呼氣嘅時候，感覺一下成個人被稱高咗嘅感覺。好啦，第一收下巴，第二放鬆肩頸，第三收腹。呢個時間感受一下手踭伸直，感覺一下個背好似有用緊力嘅，隻手舉高咗，好似咧成個人被拉高咗。感受一下頭殼頂，好似咧有條線扯住咗我哋，將成個人拉長、拉高、拉直咗嘅感覺。我哋停留喺度20秒，記得放鬆肩頸。係啦，你放鬆肩頸咧，你個人咧先會被感覺到拉扯、拉上咗嘅，伸直晒成個身體嘅。如果你個膊頭咧被戚高咗咧，你係拉唔個人咧係唔可以放鬆，同埋咧個人唔可以拉長拉高嘅感覺。我哋停留都喺度3秒，1、2、3，吸氣，呼氣放翻低。哇！係咪感覺到成個咧肩同埋咧頸放鬆咗嘅感覺？我哋再做第二組，吸氣拉直腰背，呼氣嘅時候將條毛巾拱上天花板啦。嗱，手踭伸直，放鬆肩頸，收下巴，唔好將個下巴咧咁拱咗出去。將個下巴咧唔收下巴咧，我哋個頸椎會受壓嘅，係咪啊？笑，好啦。而家呢個時間感受一下，放鬆肩頸，個膊頭冇戚起。第二收下巴，第三感受一下成個上身同個背，同埋咧我哋嘅上肢都做緊伸展嘅。你會感覺到好似個人下肢
好似感覺到哇，好似做咗運動好熱嘅感覺嘅，有冇啊？嗱，一陣咧有咧，你又答個一字嚇笑。好，我哋再停留喺度15秒，2、3、4，感受一下，究竟個背好似有啲用緊力嘅，隻手用緊力嘅，感受一下咧，個人拉高拉長咗嘅，非常之好。14、15，吸氣，呼氣，放低隻手，唞一唞。嗱，剛才做呢個伸展動作，你覺得，咦？我感覺到成個上背都有用力嘅，隻手都有用到力嘅。你覺得做咗之後咧，好似有一種拉拉扯扯嘅感覺，有俾個一字，冇俾2個一字。好，我哋做第3組，吸氣拉直我哋嘅腰背，呼氣將條毛巾拱上天花板，收下巴，放鬆肩頸，係啦，個膊頭唔會被戚起咗嘅。感受一下個上肢做緊伸展，原因我哋成日咧都會用緊呢一啲電子產品，手踭成日曲嘅，難得我哋可以做咧伸翻直我哋個手踭。第二咧就係咧感受一下，我哋好多時咧個姿勢咧向前傾咗，我哋透過呢個毛巾幫我哋咧一個輔助嘅工具，令到我哋咧感覺一下成個上背拉翻直嘅，成條腰伸翻直個弧度。好啦，我哋停留多5秒，1、2、3、4、5。吸氣，呼氣，放翻低條毛巾。哇，感覺到乜嘢啊？個上背同埋咧，我哋個膊頭做咗咧伸展嘅。咁而家我哋做第2個啦。第2個動作咧，你哋咧任何時間都可以做嘅。睇電視、搭巴士、等車、喺 office 都可以做。原因咧就係我哋個膊頭唔舒服啦，或者我哋個50肩咧都同呢一個動作有關。咁咧呢個動作咧就唔分你做個幅度有幾大嘅，先望一望我咯，個個人都識做㗎啦。睇下我哋日常梳頭拉開佢，做完左邊做右邊，係咪好簡單啊？慢慢去做，1、2、3。嗱，呢一個咧係咧將我哋肩膀周邊咧黏連住個肌肉拉翻開佢嘅，我哋會感覺到做得舒唔舒服啊？好舒適嘅。1、2、3，放鬆肩頸。4、5、6，係咪坐巴士又做得？喺 office 做到咧隻手攰，個膊頭好攰嘅時候，即刻要個喐。咁咧亦都可以咧令到我哋肩膀周邊嘅肌肉啦，點啊放翻鬆啊？係咪好簡單啊？我哋再做多10下，1、2、3，唔好咁快，4、5、6、7，你會見到我幅度越做越大吧。9，好，最後1下，舒唔舒服啊？嗱，舒服嘅話，俾個笑哈哈啦，但我知道你哋真係做到嘅。我哋咧嚟緊做第3個動作啦，又係啦，將條毛巾擰翻實佢先。好啦，我哋將條毛巾放在我哋個背脊後面，見到嘛？好啦，平時咧，我哋做嘅時候咧，記住個手踭朝向天花板，個手踭上面個手踭朝向天花板，拉佢上去。1、2、3，每一下落嘅時候，記住手踭朝天花板。4、5、6、7、8、9、10。好啦，做完左邊，我哋做右邊啦。上、落。嗱，落嘅時候記住手踭朝天花板，上、落、上、落、上、落。
做多2下，1、2，非常好。好啦，做完呢一個之後咧，將攞條大條呢個毛巾出嚟。如果你條毛巾唔係好大嘅，你將佢唔好對接，放翻咧鬆佢。咁就點樣做咧？好似先頭一樣，一隻手拎住條毛巾，另外一隻手拉直，你隻手要拉得直嘅個手踭。好啦，咁我哋點樣做咧？我哋做嘅時候咧，記住隻手打橫嘅。我哋今次個幅度係咧，將隻手踭伸翻直，向下，去到個臀部、大腿嘅旁邊向上。你會感覺到個幅度大好多。1、2、3、4、5、6、7、8、9、10。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你會用少少力，你感覺到練緊肌力嘅。我哋做完一邊，我哋再做另外一邊咯喎。嗱，又係啦，將隻手放在你條腰度，另外呢一隻手手踭伸直，係打斜嘅。1、2，伸直手踭。3、4、5，你會感覺到哇，隻手有啲攰嘅，啱啦。6，尤其咧個手踭位置啲軸近上臂同埋咧前臂嘅位置，你會感覺到有啲攰嘅。做多2下，1、2。你哋做嘅時候有冇覺得呢個地方有用緊力啊？有就啱啦。嗱，記住喺我哋做，因為我哋曲手踭嘅時候咧要用力嘅。嗱，我哋再試一試咯喎，大家一定要感覺到究竟邊個地方用力啊？打側咯喎，係咪？1。嗱，一收翻埋佢嘅時候，你係咪感覺到呢個我哋咧平時成日感覺到隻手唔舒服就係呢個位置啦？我哋再嚟做下咯喎，1收，2收埋，3收埋，4收埋，好，非常好。嗱，我哋做呢個動作咧，務求咧就係咧平時咧，我哋成日都會有啲朋友仔有腕管綜合症。呢個動作除咗係咧關節，我哋個肩關節嘅伸展，亦都可以咧幫助到我哋咧隻手腕嗰啲痛，譬如網球爪啊、高爾夫球爪啊。另外咧，今日做多一個新嘅動作，將呢條毛巾咧搭咗喺條腰度，握住毛巾嘅一端。好啦，咁我哋做嘅時候咧，嗱，兩隻手揸住咯喎，將佢咧拉。嗱，譬如如果當你拉開嘅時候咧，你感覺到已經好似我咁拉得太多得滯，即係條毛巾太長，咁你就收翻埋佢。開始左右，嗱，個手踭要伸得直嘅，左。嗱，呢個時間咧，你會感覺到你肩膀個關節個活動幅度喺度改善緊嘅。1、2，感覺到肩膀有做緊伸展。3、4、5，嗱，眼睛望住前面先。6、7、8、9、10。想問下大家，啱啱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呢度係咪覺得有冇攰啊？如果有攰，俾個2字；冇攰，俾2個2字。我睇下你哋個肩膀嗰啲肌肉同啲關節活動幅度好唔好？嗱，有攰，俾個2字；如果冇嘅話，你好勁嘅，俾2個2字啊！好，嗱，我哋咧俾你哋休息咗之後，我哋再做多10下啦。嗱，又係咯喎，記住手握住一條毛巾，睇下先嚇。哦，嗱，係啦，有攰係啱嘅。OK， 嗱，咁我哋再做第2組啦，又係咯喎，吸氣，肩頸放鬆先，腰背拉直，左右，感覺一下我哋個
節同埋咧關節附近嗰啲肌肉有用緊力嘅。好，關節拉鬆咗嘅，附近嘅肌肉群組用緊力。1、2、3、4、5、6、7，見唔見到我笑緊啊？你哋笑住做啦。8、9、10，好，放翻低，休息一下。呢個時間你會感覺到，哇，關姐姐，我個膊頭周邊嗰啲肌肉咧好攰啊！梗係啦，平時呢啲肌肉我哋好少運用到嘅，又唔識得用力，而家鍛鍊翻佢先。最後做多一組，開始。嗱，好似我咧太短啦，隻手唔實，手踭未伸得直，所以我拉翻長佢。1、2、3、4、5、6。嗱，有條毛巾有個好處，條腰幫我哋做輔助，跟住喺後面左右兩邊拉，再做多4下。1、2，停留3秒。1、2、3，好，再做另外一邊，又係停留3秒。1、2，記住做呢個動作，唔好黐個膊頭。好，最後一下。1、2、3，點啊？勁嘛！嗱，會伸展咗我哋咧個肩膀周邊嘅肌肉，不單止，仲點啊？練咗力嘅。好，我哋再做多一個同膊頭有關嘅伸展動作啦。有條毛巾，請大家曲手踭。嗱，你見到我咧將條毛巾放喺個頭頂，見唔見到我個手踭？即係話我手踭同埋一隻手成咗乜嘢啊？成個 L 字咁，見唔見到？係啦，將條毛巾擰一擰實佢先。好啦，雙腳嘅距離同 hip 位一樣咁多。吸氣，毛巾捧上天空；呼氣，將條毛巾放上去，放喺我哋嘅後腦度，挺胸收腹，吸上，呼落。我哋停留喺度3秒。1、2、3，吸氣上，呼氣落，挺胸收腹。我哋停留喺度3秒。1、2、3，吸氣上，放翻低。嗱，先頭咧，我哋剛才咧做咧呢個動作，佢有乜嘢好處啊？又係啦。將我哋個胸大肌拉翻開佢，我哋好多時候寒背或者咧圓肩個膊頭向前傾，就係因為咧胸大肌太緊，同埋咧我哋咧後面個肩胛肌太緊。好，我哋又試下再做多一組咯喎，笑下啦，放鬆啲，講明開心伸展啊嘛。嗱，又係啦，雙腳嘅距離同 hip 位一樣咁多。將條毛巾吸氣，呼氣拱上天空，個人放鬆肩頸去做，再吸氣，呼氣落，去到我哋個後腦就 OK 啦。手踭向後延伸，挺胸收腹，停留5秒。1、2、3、4、5，吸氣上。呼氣落，手踭盡量向後延伸，挺胸收腹。1、2、3、
肌同埋我個膊頭周邊嗰啲肌肉都有拉拉扯扯啊！你睇下個上肢同埋個上身有做咗運動，個感覺係點啊？感覺到哇冤冤攰攰嗰種感覺，有係啱嘅。要唔要俾啲掌聲自己啊？好，我哋咧再做下一個動作啦。嗱，下一個動作咧，我哋先咧放低條毛巾先，等大家 warm up翻。我哋要做腰方肌嘅伸展，等我哋咧鬆一鬆先。將隻手放到喺個大雙腳嘅距離同 hip 位一樣咁多啦。將隻手放咗喺大腿，其中一隻手放咗喺大腿旁邊，另外一隻手舉高佢。咁舉高嘅時候咧，盡量將隻手靠近我哋耳仔，唔好攞個頭去就隻手。係咧，你伸展到幾多，靠近到個頭幾多就去做得㗎啦。吸氣，拉直個腰背，呼氣側彎側落去，墊住大髀慢慢落，一路慢慢落。好啦，眼睛望前面，你感覺到我哋個腰方肌呢地方側腰有做伸展嘅感覺，咁就啱啦。我哋停留喺度5秒，1、2、3、4、5，吸氣，呼氣，翻嚟。跟住我哋亦都再做另一邊啦，又係啦。其中一隻手擺咗喺大腿嘅旁邊，舉高隻手先，另一隻手盡量靠近耳仔。嗱，靠近耳仔唔好又係喎，要收下巴，唔好收到條頸長角，兜個下巴出去。好啦，吸氣拉直腰背，呼氣慢慢側邊落就得㗎啦。眼睛望前面，2、3、4、5，吸氣上，呼氣落。好啦，再做多一組 warm up 先至做毛巾，又係隻手放喺大腿旁邊，另外一隻手舉高，吸氣拉直腰背，呼氣落。眼睛望前面，2、3、4、5，吸氣上，放翻低，另外一邊啦。吸氣，腰背拉直，呼氣落。嗱，記住我哋做任何動作嘅時候係好柔和嘅做伸展，唔係好似打交咁嘅。2、3、4、5，好上，放翻低。我哋再攞翻條毛巾出嚟咧。好啦。又用毛巾咯，一用毛巾你哋又會覺得點啊？好攰啊！因為咧我哋已經有一段時間冇練啦，而家練翻雙腳嘅距離同個 hip 位一樣咁多。今次條毛巾要拉大少少。嗱，條毛巾咧要捲到幾多咧？就係咧你拉得直嘅，好似我咧而家咁，你見唔見到我條毛巾拉得直嘅？拉得直就 OK， 如果太鬆咧又唔 OK 嘅。雙腳嘅距離咧同我哋個 hip 位一樣咁多啊！吸氣嘅時候點啊？腰背拉直，呼氣將條毛巾拱上天空。嗱，因為拱咗上天空嘅時候咧，其實咧我成日都建議大家做呢個動作，因為點樣啊？第一，將我哋啲肌肉咧平時唔做運動好緊嘅，將佢咧拉翻長佢。尤其我哋成日都係腰酸背痛嘅人，再吸氣，呼氣落其中一邊，你自己揀得㗎啦。2、3、4、5，嗱，記住手踭伸直上，再吸氣腰背拉直，呼氣落，手踭伸直，盡量將個人拉翻長。2、3、4、5，吸氣，呼氣。好，我哋休息一下。剛才如果你感覺到我哋嘅腰方肌，即係腰嗰啲兩邊有做到一啲拉拉扯扯嘅感覺嘅，俾個乜嘢啊？俾個3字。通常咧，我哋喺度互動嘅時候，其實係俾你哋感覺一下，到底我哋有冇做到呢啲肌肉嘅伸展。如果唔係，你自己做咗啲咩都唔清楚㗎啦。好啦，又再將條毛巾拉
擰翻實佢先。多謝喎，睇到好。我哋繼續做第二組，雙腳嘅距離同前位一樣咁多。吸氣，呼氣，將條毛巾拱上天空。記得一做呢個動作，放鬆肩頸，收下巴。再吸氣，呼氣，側落去其中一邊，手踭伸直啦，伸直，條腰拉長咗嘅。咁如果你落到幾多，就要睇你身體嘅柔軟度。眼睛望前面，2、3、4、5，吸氣，呼氣上，再吸氣，呼氣落，係啦，手踭伸直，眼睛望前面，2、3、4、5，吸氣上，再吸氣，呼氣落，記得手踭伸直，拉長呢個人。2，眼睛望前面，3、4、5、6、7、8，吸氣上，呼氣落。嗱，記得喎，有啲朋友仔咧好容易咧將個人傾咗前或者向後嘅，總之你順住個身體落就 O K 㗎啦。2、3、4、5、6，吸氣上，呼氣落。哇！腰方肌鬆咗未啊？即係話肩頸放鬆咗，個上背放鬆咗，腰放鬆咗未啊？嗱，有放鬆到嘅，唔該拍下手掌，令我知道你哋放鬆咗。如果唔係做緊啲咩我都唔知，有放鬆就拍下手掌啦。好啦，咁又請大家攞張凳，又係咧攞條大毛巾又得，細毛巾又得。咁我哋咧就練一練我哋下肢嘅肌力啦。嗱，呢個咧既係練下肢嘅肌力，亦都係咧練伸展我哋呢一個髖關節嘅，同個膝頭哥膝關節。咁我哋點做咧？吸氣嘅時候，記住放鬆肩頸去做。呼氣記得咧嗱，將個人咧，你見唔見到我啊？捏實個腹肌 ，hold 住咗個人嘅。咁當然啦，你哋咧係咧未必可以停留咁耐，量力而為。呢個動作除咗企喺度做，我而家企喺度做10下，一陣我坐喺度做10下俾你哋。哇，非常之好，多謝你哋，知道晒。係啦，我哋而家會放鬆咗。好，嗱，我哋而家開始。嗱，記住個膝頭哥唔使抬到好高，你量力而為。2、3，嗱，而家開始你感覺唔攰嘅。當做耐啲，你就會感覺攰。4、5、6、7、8、9、10。好啦，我哋而家試下坐喺度做。譬如有啲人咧，佢行動咧唔係好方便嘅，或者佢腳咧個平衡力唔好，但係咧佢坐喺度做都係咧會做到呢個功效嘅喎。嗱，記得坐喺度嘅時候咧，要用我哋腹肌嘅力量，就唔好咧將個人挨向後啦。好啦，我哋吸氣嘅時候，腰背拉直，放鬆肩頸。1、2、3、4。如果你咧平衡好嘅，你繼續企喺度做得㗎啦。5、6、7、8、9、10。好，我移翻開張凳，我唔使張凳啦，同大家一齊做多30下。下肢肌力咧好重要，髖關節亦都係咧一個大嘅人體最大嘅一個關節，所以我哋將佢打翻開先，將佢伸展開。1、2、3、4、5、
做多10下，21、22、23、24、25、26、27、28。哇！加油！29、30，非常叻！我哋前後做咗50下，勁啊！好啦，嗱，我哋做完呢50下之後，你發覺點啊？哇，媽姐姐，我膊頭好似好攰啊！我哋又做一做梳頭啊，1、2、3，放翻鬆個膊頭度，周邊嘅肌肉，5、6，咁我俾個後面大家睇下，7、8、9、10，呢個梳頭動作係咪非常好啊？又簡單又可以放鬆點啊？我哋膊頭嘅繃緊嘅肌肉啊，同埋咧對50肩嘅人非常之好。譬如咧，你個幅度細啲唔緊要嘅，你做少少，逐啲再去做多啲。你令攞好嗰隻手去幫佢，咁你做下咧，因為咧你就會感覺到哇，個膊頭咧嗰個50肩慢慢點啊，伸走咗啦，唔見咗。好，咁既然咧做咗下肢，咁我哋梗係唔會做咁少嘅啦，再做另一個動作，又係攞翻張凳出嚟，張凳放喺我哋旁邊啦。將咧我哋咧今次咧我哋做我哋嘅臀大肌，練一練咧我哋臀部嘅肌力，亦都係做髖關節伸展嘅其中一個。我哋嗱企喺度嗰隻腳，記得好似個一字咁，腳趾同膝蓋同一個方向。好啦，將隻腳向後踢喎，踢嘅時候咧唔使咁高，一咁高嘅時候咧就會曲咗個膝蓋㗎啦。膝蓋拉直，咁咧又唔好咧咁樣喎，將條腰咧咬咗，咁咧係咧令到個身體弧度咧唔啱，令到個腰受壓。咁咧你對腳輕微踢高就得㗎啦。你感覺到個臀部嗰個臀大肌捏實咗嚿肌肉嘅，同埋個小腿啲肌肉都有咧揸實咗個感覺。但係最明顯就係話打個臀部咧，佢咧啲肌肉實咗嘅。我哋停留喺度10秒，1、2、3、4、5、6、7、8、9、10，好，放低，跟住再做另一邊又係啦。嗱，你會見到關姐姐腰背係拉直嘅，肩頸放鬆咁摸住張凳，或者咧你可以咧掂住埲牆或者個櫃都得嘅。咁你會繼續我哋企喺度啦，腰背拉直，收住捏實個腹肌，感覺一下自己摸一摸我哋個臀大肌嘅腳踢高咗，我哋嗰個臀部係咪咧用緊力嘅？好，停留10秒，1、2、3、4、5、6、7，捏實個腹肌，8、9、10，停低。好，咁我又試下，譬如啦，你話喺屋企，我撳住埲牆啊，我而家撳住埲牆，俾個後面大家望咯喎。見唔見到捏實咗個腹肌篤唔入啊？關姐姐腰背有冇拉直啊？2、3、4、5、6、7、8、9、10，放低。再做另一邊啊，2、3，感覺一下個臀部嘅肌肉係咪捏實咗？有嘅就正確。2、3、4、5、6、7、8、9、10，放低。如果你啱啱做呢個動作，感覺到自己個臀部嗰兩個大肌肉捏實咗嘅，咁你俾個5字，你
你發覺冇捏實嘅，即係唔啱咧，就俾2個5字。捏實咗有做到嘅，有做到咧，既係髖關節嘅伸展向後，亦都咧做到肌力嘅訓練個臀部嘅，咁你就俾個5字。好，我哋做第3組，記得腰背拉直，2捏實個腹肌，沉肩放鬆個人企喺度，3、4、5、6、7、8、9、10、11、12、13、14、15，加油啊！仲有5秒，hold 多一陣啦。18、19、20，最後一邊換腳，腰背伸直，隻手沉肩，掂住張凳，2、3、4，感受一下個臀部肌肉有冇捏實咗。如果有啲人咧小腿肌肉咧太緊咧，會感覺到好似被抽筋一樣嘅。好，我哋繼續下，12，加油！好，16、17、18、19，吸氣，呼氣。哇！感覺到臀大肌做咗伸展。好，我哋最後做多一個動作啦。咁咧，你哋就攞張地席出嚟，除咗對鞋先嚇，等我。嚟緊呢個動作咧就係非常之好嘅。咁佢有乜嘢好處咧？佢係可以咧放鬆我哋腳底嘅筋膜啦，亦都可以咧令到我哋小腿做伸展、做肌力訓練。最重要係可以咧泵翻啲血翻去心臟。咁呢個動作點樣做咧？嗱，我哋慢慢跪低。嗱，如果你個膝頭哥跪低痛，你就攞翻剛才嗰條大毛巾墊住佢，墊住個膝蓋，你跪低嗰個地方。咁我冇嘢嘅，我就放低，我就攞走佢啦。嗱，如果有你就跪住喺個喺條毛巾度。好啦，記得雙腳腳踭拍埋，腳掌係互相咁樣掂住嘅。嗱，俾大家望下咯喎，見唔見到關姐姐啊？雙腳係咪拍埋啊？個臀部就會坐啲10隻腳趾坐咗落去個地脊度。好啦，我哋跟住點樣為之啱咧？腰背拉直之外，耳仔、膊頭同埋個盤骨都係同一條直線嘅。眼睛望前面，收下巴，隻耳仔先會同膊頭同埋我哋嘅盤骨同一條直線。咁我哋停留喺度10秒，你就會感覺到，哇！啲腳趾咧伸展得好多嘅，成隻腳掌同個腳板。5、6、7、8、9、10，好，將隻手撳翻低，放翻鬆。嗱，成個腳面係咧貼住咗喺個地脊度啦。咁有啲人咧，佢嗰個伸展幅度冇咁好，佢未必可以好似我咁，成個臀部坐晒喺個腳踭度。咁呢個動作咧，最重要就係咧，盡量放翻鬆我哋個人，放鬆條腰背，放鬆。咁我哋個腰椎咧，佢就會咧沉咗落嚟。好多人個腰痛都係咧，因為咧個腰椎後面太緊啦。咁我哋亦都停留喺度1分鐘。咁呢個動作咧，亦都係可以令到咧我哋咧啲腸胃有所改善嘅。好，我哋繼續停留喺度。
哋唔好停留1分鐘啊，太耐，有啲人咧初做唔適應，我哋停留喺度30秒。25、26、27、28、29、30，好，最後做多一組就完啦。嗱，又係咯喎，10隻腳趾喺個地下度啦。如果你個膝蓋有啲唔舒服嘅，咁你就站住啦。如果你站住都覺得痛，咁你就唔好做呢個動作 ，OK？ 咁我就當站住咗喺度啦，10隻腳趾坐晒喺個地下度，個人你見到腰背係咪拉直啊？放鬆晒肩頸，咁呢個時間其實你已經好攰㗎啦。咁我哋停留多5秒啦，1、2、3、4、5，好，放翻鬆個人啦。又係咧，個腳面沉晒喺個地下度啦。咁呢個時間你會因為咧我膝頭哥 OK，咁我哋就貼毛巾啦。感覺一下個腳面同埋咧個腳踝個腳腕嘅地方咧，其實咧係好輕鬆咁放翻喺個地脊嗰度嘅。然之後咧，你會感覺一下收咗下巴、耳仔啦、膊頭啦，同埋呢個盤骨都係同一條直線，我哋好舒適咁樣坐咗喺度。呢個動作既可以放鬆我哋腰部嘅肌肉，亦都可以咧放翻鬆我哋腰椎。平時咧好繃緊，因為咧我哋坐低咗嘅時候咧，佢係低過我哋個盤骨，所以咧佢會放鬆得好多嘅。25、26，笑下啦。27、28、29、30。好，今日我哋要做嘅所有嘅伸展運動完成啦。咁如果咧大家咧做咗呢啲運動，感覺到咧啲肌肉有啲酸酸軟軟嘅，係正常嘅。今日飲多啲水，食啲蔬果就 OK 㗎啦。好，咁我哋下一堂見啦。多謝你哋先頭做嗰個動作，有冇感覺到做完之後成個下肢其實咧係放鬆咗，亦都感覺一下係喎條腰都冇咁繃緊嘅。有俾個6字啊，冇俾2個6字啊。我哋下一堂見，多謝你哋，拜拜。